恭喜發財！敝頻道第一年同大家過農曆新年，在此打邊爐同人祝大家馬年身體健康、心想事成、財源廣進、武運昌隆。新正頭無謂下下打打殺殺啦，揾套老少咸宜嘅戲睇下啦。睇邊套好？不如就睇壞蛋掌門人啦。大家好，打邊爐嘅時間。第一次光臨本頻道嘅朋友，大家好啊！打邊爐係一個以廣東話為主嘅綜合格鬥頻道，為各位帶嚟包括 UFC 等嘅 MMA 賽事資訊精華、選手們奇人奇事同埋其他花邊新聞嘅，打住邊爐咁輕輕鬆鬆同大家回顧翻拳拳到肉嘅八角籠動態。每次比賽之後，我哋都會為大家帶嚟短片邊爐短打，唔使1分鐘，快速同你重溫比賽嘅要點。如果覺得呢個頻道啱你口味嘅，記得 like、comment 同埋 share， 最好就係 subscribe 埋我哋打邊爐嘅 channel， 撳埋個鐘仔，咁我哋有新片就可以立即通知你啦。唔講咁多，開波打邊爐啦！上一集邊爐冷知識同大家分享過 MMA 嘅比分制度同埋準則，但係比較資深嘅師兄師姐應該都會諗翻以前啲比賽，耐唔耐就會出現啲出人意表嘅判定結果，唔通連 MMA 嘅裁判都會擺烏龍？裁判結果出人意表嘅原因，我哋就好難深究啦。不過好大程度同比分準則入面第一原則 Effective Striking and Grappling 嘅定義有關嘅。話說 Unified Rules 由2001年4月面世，至今都接近25年，改版都改咗 N 咁多次，當中每條規則嘅改變，包括 Effective Striking and Grappling 嘅定義，當然都改唔少啦。話說對上一次 Effective Striking 嘅定義，着眼點係放喺 Impact 影響呢一個字度㗎，即係選手出拳唔單止要打得中，仲要打得重。打到對方有明顯反應影響先至計數㗎。哇，咁抽象下，係咪要打到咁先計啊？但係自2025年8月嘅最新版本 Effective Striking 嘅定義就放翻 damage 呢個字眼落去，件事就易明客觀翻少少啦。條例原文就放咗喺度，根據佢嘅定義，只要係合法嘅打擊打中對手身上，而令對手造成傷害及或效果，咁就計有效打擊啦。Well， 係你都係講翻中文啊！喂，明白。用人話嚟講，即係能夠打到對手有明顯受傷、腫晒又好、爆光又好，甚至打到對手明顯體能下降、信心動搖等等，都可以計落 damage， 打擊有效㗎。或者有師兄就會問，每場賽事大會都會公佈雙方嘅表現數據，包括 significant strike 嘅數目㗎，睇嗰個數咪等同 effective striking 咯。呢度就要講翻清楚先 ，significant strike 同 effective strike 係兩個相似但不相同嘅概念嚟㗎。significant strike 係指打得中，掂到就計數㗎啦。effective strike 以而家嘅定義，唔單止要打得中，仲要轟得夠傷、轟得夠狠先至計㗎，所以唔好單以 significant strike 嘅多寡嚟衡量邊一方係一定佔優啊。但係講咗咁耐，就算條例寫得再具體化都好啦，又係咪可以減少判定比分嘅爭議呢？先唔計3個裁判背景係立技出身啊，定係當刻一嚿雲？3個裁判處於3個唔同角度去睇場比賽。裁判 A 睇到呢拳轟得夠英軍夠晒傷，但係裁判 B 可能睇到選手其實避開咗啊，冇事冇幹喎。最後點收科就要睇裁判 C 嘅私眼睇咗啲乜嘢啦。各位師兄師姐，仲有冇啲世紀爭議判定冤案啊？埋嚟分享下啊！將於3月初喺美國拉斯維加斯舉行嘅 UFC 326，當晚重頭戲 Main Event 當然就係壞蛋掌門人 BMF 爭霸戰，由衛冕嘅天佑 Max Holloway 出戰拉哥 Charles Oliveira。新手上路嘅師兄師姐可能會問 BMF 全寫係乜嚟㗎？點解呢3個英文字母會變咗做壞蛋掌門人嘅？
首先，壞蛋掌門人呢個名就我用嘅啫，唔係官方名稱嚟嘅。而 BMF 全寫係乜？睇得呢個頻道嘅各位都係有文化、有修養，英文水平有翻咁上下噶啦。嗰3隻英文字係乜？就大大隻寫咗喺條腰帶度啦。不過大家都知 YouTube 平台就唔多容許粗言穢語，英文粗口就更加分分鐘收 warning， 大家都唔想我俾人封台啩。哦，未散工就講粗口。於是乎，根據翻啲字面意思，弊頻道就只好用住個老少咸宜嘅壞蛋掌門人頂住檔先啦。問題嚟啦，好地地兩級冠軍都爭到頭崩額裂，做乜無啦啦又搞多個壞蛋掌門人頭銜呢？時間就要推翻前去2019年11月嘅 UFC 244，當晚 Main Event 嘅兩個次中量級大哥，中意食山草藥嘅大麻城 Lex Diaz 挑戰 UFC 最快 KO 紀錄保持者 Jorge Masvidal。賽前大麻城話自己先係當世最壞惡棍，白老闆見你件小學雞嘈到沸沸揚揚，就順水推舟推咗條 BMF 腰帶出嚟，一來俾呢兩件中二病爭個夠，二來又當炒下花生。結果當晚 Masvidal 技術性擊倒大麻城，做咗第一代壞蛋掌門人啦。白老闆本來諗住呢啲小學雞玩意玩一次就算啦，點知呢個壞蛋掌門人頭銜觀眾又受落喎，於是 UFC 耐不耐就拿個掌門人出嚟炒作下。聽聞做掌門人個獎金同坐正嘅量級冠軍獎金相差都唔太大㗎。時至今日 UFC 嘅壞蛋掌門人就由外號天佑 Max Holloway 坐到正一正。對上一次掌門人爭霸戰就係喺2025年7月 UFC 318，由 Max 出戰外號鑽石嘅 Dustin Poirier， 最後激戰5回合之後 Max 以 Unanimous Decision 一致判定勝出，鑽石亦都無悔無恨喺一眾鄉親父老面前光榮退役啦。講翻今次 Main Event， 前輕量級冠軍嘅拉哥走嚟挑戰壞蛋掌門人，照道理計實好睇㗎。須知道拉哥除咗拳腳耍家之外，佢亦係現存 UFC 少數中意用柔術下位進攻嘅選手。對上一次拉哥打 Ilia Topuria 爭輕量級冠軍嗰陣，就試過開賽初段喺下位做鬥牛勇士拎咯，唔係 Ilia 走得甩，都未必有之後嗰個左右開弓嘅 KO 啊。至於掌門人 Max 就更加唔使講啦。打法異常進取，經常拳如雨下嘅佢，近年仲加入咗新玩法。只要比賽打到最後一個回合最後10秒 ，Max 例必向對手指住個地下，示意對方夠薑就企定定同佢搏拳互轟。只要對方都願意咁 hardcore， Max 就會使出天佑流星拳同對方轟個痛快。現時輕量級看守冠軍 Justin Gaethje 之前就係試過咁樣同 Max 玩，結果喺當晚第5回合最後1秒俾 Max 嘅天佑流星拳 KO 咗啦。只不過我最擔心嘅係拉哥打完場掌門人爭霸戰之後嘅去向啫。話說36歲，次次減磅都死去活來嘅拉哥，曾經講過，如果佢有一日諗住退役，就係想爭埋呢條壞蛋掌門人腰帶。如今拉哥年紀都唔細，要佢再爭輕量級冠軍，又好似越嚟越難。唔通真係揾 Max 打埋呢一場就順手見龍卸甲？各位師兄師姐又點樣睇呢一場壞蛋掌門人爭霸戰呢？埋嚟傾兩句啊！幾時都話，就算你腰纏萬貫，都不及身體健康咁重要㗎。特別係運動員，一旦做咗雙追人，傷患纏身，幾叻都冇用啊！今次要講嘅雙追人就係 UFC 次中量級嘅無敗戰神哈薩克選手 Shavkat Ramonov。話說當 UFC 324同325順利落幕之際，突然有消息話 Shavkat 喺訓練期間再次整傷左邊膝頭，涉及半月板同埋韌帶，結果又要做手術，預計要休養9至10個月，今年都唔使預佢入翻八角籠啦。睇翻呢位職業 MMA 戰績19勝嘅無敗戰神，近年啲傷患追住佢咁，
2023年第4季，當 Sharpcut 備戰年尾 UFC 296對戰 Stephen Thompson 嗰陣，比賽前6星期就話腳踝韌帶撕裂，不過 Sharpcut 冇退賽，頂住傷患改變打法，照樣去打。結果喺當年嘅12月 UFC 296，Sharpcut 以後頸鎖成功降服對手，跟手就安心休養啦。一不離二，去到2024年12月嘅 UFC 310，Sharpcut 出戰 Ian Machado Gary 之前，又話左邊膝頭嘅前十字韌帶同埋半月板發現撕裂，頂硬上嘅 Sharpcut 喺比賽途中，仲要俾對手阿伊人哥針對住佢隻左腳係咁轟。好彩最後 Sharpcut 都贏咗比賽，但係左腳就傷得金啦。最後打完場比賽埋單計數 ，Sharpcut 證實咗前十字韌帶撕裂、後十字韌帶損傷，再加埋半月板撕裂啊，傷得咁金，唔單止冇辦法參加原定喺2025年初對戰 Belal Muhammad 嘅次中量級冠軍戰，仲要做一次膝頭哥手術。唉，又長頭啦！最陰功係 Sharpcut 嘅霉運唔單止落喺佢身上啊！2025年7月 ，Sharpcut 嘅太太同埋仔仔遇上嚴重交通意外，好在 Sharpcut 嘅家人最後都可以康復出院，但 Sharpcut 嫂同車嘅2位朋友就不幸離世啦。原本 Sharpcut 休息咗1年有多，諗住今次可以復出打江山啦，點知又傷獲金，成年唔使比賽，又要養傷之餘，原本次中量級排名第2嘅佢，仲俾 UFC 移除咗佢嗰個個人排名，人情味係欠奉㗎啦。但係道理嚟講，你成年都冇得出嚟打，又真係冇理由留返個排名俾你喎，其他人都要爭上位㗎。個人覺得 Sharpcut 呢部人肉推土機，場場都碾壓對手落地下打地戰，本來係最有機會動搖現任次中量級冠軍鷹爪門大師兄 Islam Makhachev 嘅王者寶座㗎。不過家陣 Sharpcut 咁樣傷法，睇嚟大師兄可以如願以償，揾翻次中量級前冠軍 Kamaru Usman 打翻場二番戰啦。小弟作為一個兩邊十字韌帶都做過手術嘅傷膝大叔，傷嗰下有幾慘，康復過程有幾金，諗起都打冷震啊！在此祝願 Sharpcut Ramonov 早日康復，都係嗰句啦，冇事先做到世界冠軍噶嘛。各位師兄師姐，又有冇乜嘢想同 Sharpcut 大哥講打氣呢？留言集氣啊！今集嘅打邊爐時間就差唔多啦，多謝各位師兄師姐同我哋一齊打撈打咗咁耐啊！中意呢條片記得幫我哋 like、comment、share， 仲有 subscribe 我哋打邊爐嘅 YouTube channel， hit 埋隔離個鐘仔，咁我哋有新片就可以立即通知到你哋啦。有你哋嘅支持，個爐先可以保持熱度打落去。密切留意打邊爐頻道，我哋下次見。